我对你好吧？要经常洗澡，洗澡才是个爱卫生的好宝宝，知道吧？闪闪，闪闪！你别嚷嚷，大呼小叫的，别惊着我们家闪闪079了。哎，干嘛？看。马场会所的经营合同，假的吧？货真价实。我已经跟你们刘总达成了协议，他负责出场地，我负责经营，我们2个5分账。baby， 我得去准备一下了，因为我下周马上就要开业了。下周就要开业了，你也太神速了吧？是的，谁能跟钱过不去呢？哦，对了 ，baby， 你知道的，像我这种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女人是不可能天天在厨房里边跟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一起的，所以我聘请了一位厨艺精湛、经验丰富，而且性格特别温顺的名厨作为我们的掌勺大厨。那应该的，真的，我有时候不得不夸你，你真的太神速了，员工都给马齐了，加油！ baby， 其实这位大厨你也认识啊？我也认识，谁呀？城市走婚俱乐部是有原则的，我为什么要创建第2条隔离式交往？就是为了给我自己留个足够的私人空间。是，人家说了不会影响隔离的，还要怎么隔呀？隔离要马上了，怎么离？baby，你听我说，你别生气，要不然这样，我就干脆让他离开马场好了，不要他好了。baby。 我也没想到你会这么生气，对不起啊。那就让他走，就让我天天在厨房里边被烟熏死好了，被那些火给烤死好了。baby， 我本来想我到这个会所来工作，我们俩就像上大学一样，能天天在一起。没想到会惹你这么生气，对不起啊。行了，你别哭了。你要实在那么需要他留下来，那就把他留下来吧。这么说你答应了是不是？那我得赶紧回餐厅去布置了。啊，对了，你给可风打电话，晚上一起来试新菜吧。啊，我先走了。这他妈翻脸比翻书还快！
这也不知道怎么了，老是没精打采的。带他出去溜达吧，走两步他就不想走了。你说他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毛色是有些发暗，饮食情况正常吗？吃饭倒是挺正常的，而且吃的也不少。他就是老晃来晃去的，不会是缺钙吧？哦，闪闪今年已经12岁了。 这要按照人的年龄来算呢，他已经步入中年。到了这个年纪，钙流失的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我决定在他的饲料里头放一些钙添加剂。闪闪他最近吧，这大便也不好，总是拉稀。那可能是跟他的饲料有关系。没事。 等我回去以后再做一个检测。闪闪，闪闪，给你做了你爱吃的饼干。这位是？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他叫博士，是我们马场的兽医。这位是？我是那个帅明亮，然后呢是闪闪的男朋友。那个什么，冬眠找来的。 在会所里面当大厨呢。啊，闪闪来吃块饼干，好吃吗？嗯，好吃就好，以后天天给你烤。来，咱吃一块，这是。我可不想变成一个胖子。博士，你尝一块，怎么样？味道还真不错。不是闪闪，你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 咱俩毕竟已经开始正式走婚了，你和别人这样暧昧，我觉得有点不合适。不，帅哥，你可千万别误会啊！就是那个，我们两个的关系呢，就是朋友关系，而且呢，在我的眼中呢，他呀就是个男的啊，不是那个也可以这么说，就是在他的眼中呢，我就是一女的。其实这么说也不对，反正呢，就是你就别误会啊，我们两个是。 纯哥们儿，对，纯哥们儿，纯哥们儿，哥们儿，纯哥们儿，这边应该是那行，那个什么，你们两个先聊啊，我先走了啊。她是女的。这个垫子就放这儿，两个一边一个啊。那个沙发也再稍微的挪一下。小心把这个帘子给我拉到这儿来，哎，好嘞，好不好？啊。 这个行啊，那必须得行啊！怎么样？这边就是我们用餐区，以后你们两个来啊，那就是 VIP 中的 VIP，通通9折，才9折！哎呦，我这不是刚回国嘛，我所有钱都放这儿了。哎，等到以后我赚大钱的时候，再给你们来一个极品 VIP， 好不好？哎，可芳，我们俩可都在这儿，要不你也工作吧，跟我们一起。 不行，我还得伺候我们家大伟呢。伺候什么大伟啊？我们姐妹3个人好不容易聚一块儿，赶紧来。好吧，那我要是有空，我就过来给你打下手。挣了钱给我分红啊！那必须的。奶油白玉汤，这份呢是特别为你做的，里边加了你爱吃的胡椒粉。 谢谢，帅大厨，闪闪的新等婚对象。我怎么不知道？那天你喝大了，你速度太快了。感觉怎么样啊？不怎么样，见人就是矫情。红酒烧鹅胸，是飞地牛排、炭烤雪花猪排，请慢用。闪闪啊，
以后不要去吃那些洋快餐什么，都是垃圾食品，还不如咱中国的这些大饼油条呢。以后你想吃什么呀，我给你做，好吧？珊珊哥，要不你也坐下来一起吃吧，也没什么晚上。你说你总这么忙活着，闪闪也该心疼了。这样，还有一个甜点，我上来马上就来啊。好，谢谢啊。我还是觉得快餐好吃。姐，我觉得味道不错，而且他连你爱吃胡椒粉的事儿都知道。啊，吃美了，吃美了。哎，你俩还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4个人抢饭吃的吗？哎呦，我当然记得了，就属闪闪最猛了，比那男生还能抢。哎呀，好汉不提当年勇啊！女人越猛越苦逼，个个都当男人使。还是可风你有先见之明，一毕业就把自己给嫁了，好吃好喝的多舒服呀！结婚有什么好的？你们没听说过吗？结婚对于一个工资够用又没什么性欲的女人来说，完全就是没意义。结婚之后家务翻2倍，生完孩子之后家务要翻4倍，这可以说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冬眠，我看你是羡慕嫉妒恨吧？自己婚姻不幸福，还要嫌牛肉面里没牛肉，老婆饼里没老婆。哎，珊珊，以后你要想吃牛肉面，我天天给你做。我们多放牛肉，少放面，吃多了牛肉劲儿。要不珊珊，谈谈你的初恋吧？对不起啊，那是我的隐私。要不我谈谈我的第一次对不和……起，那是你的隐私，我们没有人愿意听。啊，那个珊珊哥，我们还有很多配菜都没准备呢，要不你现在出去采购一下？现在啊，还有很多的香料没准备呢，都是闪闪最爱吃的。好，我马上就去。我真生气，把掐死你！干什么呢你？我什么我？你跟着我干嘛呀？我是担心你不安全。我有什么值得你担心的呀？你说说，城市走婚的通关规则是什么？啊，我记得首先要有心意的求婚，然后要隔离式的交往。什么叫隔离式交往？哎，闪闪啊，咱们现在已经是男女朋友了，我毕竟想多了解你一点啊。你说咱们这么隔离，和陌生人有什么区别呀？帅明亮，我警告你啊，你已经违反规则了。这是最后一次，要有下次，咱俩就终止走婚。闪闪，你练什么神功呢？这是？哎呀，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都怪你！哎呀妈呀，关我什么事儿啊？哎呀妈，冷静，冷静，冷静啊！谁让你把帅明亮给弄来的？我就说嘛，不可能是因为我。再说人家帅明亮才来多久啊，就把你折磨成这样了？你看你这表面上就像个女汉子似的，内心就像一薄脆饼干，你咔嘣一下就折了，也太脆弱了吧？
不是我脆弱，是他屡次破坏我的规矩。好慢，一直好慢。酒品见人品，好人品。痛快。一直痛快。有酒量，生活才有质量。小磊，咱们就不要再喝了吧。我一喝多我就写诗，啥正事儿干不了。是啊，那多好啊！看不出来你还有诗人气质呢。当然必须。哎，咱们还是真的不要再喝了吧。白酒当刷牙，红酒当品茶，这才第一轮，怎么了？怕了？我怕李白斗酒诗百篇，我喝酒从来不断片。不断片赢了。好，来，来，干！女生，哎，帅大厨回来了没有？我这还等着他试菜呢。他回来了，但是好像又被雷总调走了。行，我知道了。哎，坏了。珊珊，我还是挺能喝的吧？我不但能喝酒，我能写诗，还能吃辣椒。这王八蛋怎么这么能我喝？知道你是在考验我。来，我们再喝一杯。小王八蛋，我跟你拼！你简直太有实力了。帅明亮，你真是太聪明了。我深信，一定有一个男人，是为了受我的折磨而来到这个世上的。那个人就是我。珊珊，我要为你写首诗，让我们两颗孤单的心从此不再寂寞，好不好？在我的祖国，只有你，还没有读过我的诗。Oh my god！只有你，还未曾爱我。你是我光明祖国唯一的阴影。要向蓝天认错，向白云认错，向青山绿水认错，最后向我认错。好诗。他不会喝死了吧？哪儿那么娇气啊？帅明亮，你喝那么多呀？傻逼！可芳，走。
别紧张，我只是想做一个你被性骚扰了的假象。性骚扰什么？我作为一个冰清玉洁的良家妇女，大伟知道怎么办？我保证，我绝不会让大伟知道的。一旦拍了照片，让帅明亮离开之后，我就将照片毁尸灭迹。滚！可否，你就忍心让我嫁给一个做厨子的诗人吗？他白天给我做饭，晚上给我作诗，你说我这一辈子就给毁了，你忍心吗？可否，我求你了，你一定要帮我，我求你了。雷闪闪，我恨你！在这儿，来，衣服撩开点儿，手打开，委屈点儿，委屈点儿。别碰我，喝多了，我简直是看错人了，我还以为你是个正人君子呢，差点被你的细心蒙蔽了。不是我，珊珊，我做错什么了？我做错什么了？你自己看看，你都干的什么事儿啊？宁可风是我最好的朋友。不是这不可能，这不可能，照片在这摆着呢，你说不可能，你还想抵赖啊？帅明亮，我正式的告诉你，咱俩的城市走婚到此终止，以后你再也不要来找我了。不是这 PS 的吧？我 PS 就我这人品，人证物证全在，我怎么 PS 啊？不对，雷闪闪，我打从18岁就认识着你，你有几把刷子，我能不知道吗？你给我说实话。这事儿能开玩笑吗？帅明亮要是留下来了，我尴尬，你尴尬，可风更尴尬。我不管，我这餐厅又不能没有厨师啊！我，那你再给我找一个厨师，我上哪儿找去啊？不过我得告诉你个好消息，过2天我们马场要来一个搞奢侈品的，据说是个老外，又高又帅又有钱，绝对是你的菜。火机给我，他是自焚的你。毁尸